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在诊间做了几十年，我看过无数的患者，很多阿公阿妈来找我时，常会一脸委屈地说，医生，我正餐真的吃不多，甚至连饭都只吃半碗，为什么体重还是减不下来？为什么气色愈来愈差？感觉老得特别快。孩子们，这就是最令人心疼的地方。我发现问题往往不是出在那3餐，而是出在正餐以外的那些随手抓来吃的零食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皮肤开始松弛，皱纹变多，或者体力大不如前，请先别急着买昂贵的保养品。其实，那些看似无害的小点心，正在悄悄偷走你的青春。首先，不对的零食会让你的血糖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忽高忽低，这不仅会让你容易囤积脂肪，更可怕的是会引发体内的隐形发炎。这种发炎就像一把无名的火，会慢慢烧断你的胶原蛋白，让你的皮肤失去弹性，变得浅瘪。最后，这会导致身体的氧化反应加剧，让细胞像生锈的机器一样加速老化。但我今天想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整个食品系统设计让你误会。市面上大部分的零食都是为了让你上瘾而设计的，所以请放下你的罪恶感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只要学会换一种方式吃就好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最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也想知道你是不是正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位住在台南的病人，我们叫他陈老先生吧。陈老先生今年快90岁了，但他走起路来依然健步如飞。皮肤虽然有皱纹，却透着健康的光泽。但在10年前，他可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的他，饱受糖尿病和慢性疲劳之苦，整个人看起来死气沉沉。他问我，医生，我还有救吗？我是不是得吃很多贵重的补药？我告诉他，不用，你只需要把下午茶那一盘甜饼钱换成我建议的自然食物就好。陈老先生听了我的话，他没有去买任何昂贵的健康食品，只是单纯改变了吃零食的习惯。半年后，他回诊时，连我都吓了一跳。他的糖化血色素变得非常漂亮，精神状态简直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告诉我，他现在感觉比70岁时还有活力。这证明了一件事，想要重获健康与年轻，不需要花大钱，只需要正确的知识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食物不是热量，是你每天给身体的讯号。当你给对了讯号，身体就会启动自我修复的开关。在我们进入清单之前，我想先教大家3个核心原则。只要听懂了这3个重点，你就掌握了抗衰老的钥匙。第一，是稳定血糖。你可以把血液想象成一辆车，而血糖就是车里的货物。如果货物太多，这辆车就会变得很沉重，跑不动，甚至会撞坏血管这条道路。稳定血糖就是让车子跑得顺畅，不随便囤积脂肪。第二，是减少隐形发炎。胶原蛋白就像是我们身体机动房子的结构钢梁，发炎就像是酸雨，会不断侵蚀这些钢梁。如果我们能透过食物来止火，钢梁就能保持坚固，你的皮肤就不会随便塌陷。第三，是增加血液循环。血液是运输营养的快递员，如果血液循环好，营养就能送到全身每一个角落，特别是你的脸部皮肤。所以，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10种零食，并不是随便选的。它们有的能帮你清血管，有的能帮你补钢梁，有的能帮你抗氧化。这是一套完整的身体修复系统。当你吃下这些食物时，
请想象它们正在你体内辛勤的工作，帮你把受损的地方修补好，让你由内而外散发光彩。这不是神奇的魔法，而是科学与自然的结合。首先，我要推荐的第一个逆龄圣品是红甜菜。很多人可能不太习惯它的土味，但在医生眼里，它是天然的血管扩张剂。红甜菜含有丰富的硝酸盐，进到体内后会转化成一氧化氮，这就像是帮你的血管做 SPA， 让血管放松、扩张，增加血液流量。当你的血液循环变好，氧气跟养分就能顺利送到脸部，你的气色自然会红润，不再灰暗。而且，它强大的抗氧化能力，能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伤害。我给各位一个小建议，吃完红甜菜后，千万不要马上用含化学成分的漱口水，因为我们口腔里的细菌是转化硝酸盐的重要推手，留住它们，效果会更好。第二个是开心果，在诊间，我常建议老人家下午肚子饿时，抓一小把开心果来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结合了蛋白质、健康的脂肪与纤维，这三者加起来，能让你产生持久的饱足感，血糖也不会乱跳。开心果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和花青素，这两样东西是皮肤的保护伞，能帮你挡掉紫外线带来的光老化。记得买的时候要挑选原型、无调味的，吃的时候请连同那一层薄薄的紫色内皮一起吃下去，那才是精华所在，含有最多的抗氧化成分。第三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苹果。古人说一天一苹果，一生远离我，这句话是有道理的。苹果含有解皮素和丰富的维生素 C， 但苹果真正的魔力在于它的果粉和果胶，这是肠道益生菌最喜欢的食物。医学上我们常说肠脑轴心，其实还有肠皮轴心。肠道健康了，体内的毒素就少，皮肤自然会干净透明。我教大家一个进阶吃法，苹果切片，配上几颗核桃。苹果的维生素 C 能帮助吸收核桃里的营养，这是我私心最爱的长寿下午茶组合。记得一定要连皮吃，苹果皮的营养价值比果肉高得多。接下来是核桃，核桃长得就像大脑，它确实对大脑很好，但对皮肤也极具功效。核桃富含植物性的 Omega-3 脂肪酸，这是一种天然的抗炎剂。刚才提到，发炎会破坏胶原蛋白，而核桃正是这场火灾的灭火器。每天吃几颗核桃，能帮助维持皮肤细胞膜的完整性，让水分锁在里面。很多老人家皮肤前痒，其实就是体内油脂不够。核桃提供的优质脂肪，能让你的肌肤从内部散发出自然的油脂光泽，就像擦了昂贵的精华油一样，而且它是完全天然、无负担的。第五个是葡萄，请大家记住，吃葡萄一定要吃紫色的，而且最好连皮带籽。葡萄里有一种著名的成分叫白藜芦醇，它是抗衰老界的超级明星，它能启动长寿基因，保护胶原蛋白不被酵素分解。很多人吃葡萄会剥皮去籽，那真的太可惜了。如果你觉得籽太硬，可以用高速果汁机打成奶昔。这种深紫色的天然色素，正是对抗氧化压力的最强武器。当你吃下一颗葡萄，你就在为你的细胞建立一道坚固的防线，对抗时间的侵蚀。第六个是香蕉，但不是那种过熟发黑的香蕉，我建议选稍微带点青色的，因为这种香蕉含有较多的抗性淀粉。抗性淀粉不会让血糖飙升，反而能喂饱你的益生菌。香蕉还含有丰富的钾离子，这对我们老人家非常重要，因为钾能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钠，减少水肿。当你的脸部不再水肿，轮廓就会变得清晰。
皮肤看起来也会更紧实，更有弹性。我的私房吃法是将香蕉切片冷冻，然后撒上一点无糖可可粉，吃起来就像冰淇淋，健康又美味。说了这么多好的，我必须先停一下，提醒大家3个伪装成健康食物的陷阱，这是我最担心的部分。第一是市售的甜格兰诺拉麦片，很多包装写着健康，但里面加了大量的糖和油，那简直是血糖炸弹。第二是添加了果味或糖分的优格，那些糖分会引起糖化作用，直接让你的胶原蛋白变黄变脆，这是造成皮肤蜡黄的主因。第三是工业化的低脂零食，为了去除脂肪，厂商往往会加入更多的化学添加物和人工色素来调味，这些东西吃进去不是在保养，而是在加速毁灭你的胶原蛋白。请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，远离这些披着羊皮的狼。第7个是无糖可可粉，纯可可含有大量的黄烷醇，这能极大地改善血流量。医学研究发现，长期摄取高纯度可可的人，皮肤对日晒的耐受度会提高，水分流失也会减少。你可以将1茶匙无糖可可粉加入温热的燕麦奶里，记住水温不要太高，以免破坏营养。这杯饮品不只能疗愈心灵，还能像是在体内帮你灌溉，让水分源源不绝地送到皮肤表层。第8个是黑豆，黑豆是穷人的燕窝，它含有叶酸、蛋白质和大量的多酚。黑豆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，能帮助长期稳定血糖，这对预防老化至关重要。我建议大家可以把黑豆煮熟当零嘴，或者加入沙拉里。黑豆表皮的那种黑色，其实就是最强的抗氧化剂花青素。每天吃1小撮，就像是给身体细胞穿上一层防弹衣，挡住外来的攻击。第9个是海藻类，像是无调味的海苔或是裙带菜。海藻含有丰富的碘，这是甲状腺运作的关键，而甲状腺掌控着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。当代谢变好，细胞肽就换新的速度就会加快，老旧的皮肤细胞会脱落，新的充满活力的细胞会长出来。但医生要提醒大家，碘不能过量，一天吃几片海苔或者1碗小海带汤就好，物极必反，适量才是长寿之道。最后，我要揭晓第10个超级组合，鹰嘴豆泥配上红甜椒。这是我个人最推荐的组合，因为它是一个完美的营养循环。红甜椒含有惊人的维生素 C， 甚至比柑橘类还高。而胶原蛋白的合成，最核心的原料就是维生素 C。鹰嘴豆则提供了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和纤维，能让你的能量稳定供应。当你用红甜椒蘸着鹰嘴豆泥吃时，蛋白质与维生素 C 在体内相遇，就像是钢筋遇到了水泥，开始在你的皮肤下层筑起一道坚固的胶原蛋白墙。这不仅能让你饱足，更能从根本上支撑起你的脸部轮廓。这种吃法简单、清爽，却拥有最强大的美肌力量。拍緊分結累戰của bác sĩ，目標約300-350字。情绪高催产素。说了这么多，我并不是要求大家明天起就变得十全十美。生活已经很辛苦了，我们不需要再给自己压力。我只希望下次当你想随手抓一包化学零食时，能想起我今天说的话，试着换成今天提到的任何一种天然食物，哪怕只是小小的改变，只要你愿意跨出第一步，你的身体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回馈。健康不是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优雅的散步。我们不求快，求的是走得长远。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心爱的亲朋好友，让我们一起健康，一起优雅的变老。谢谢你耐心的听我说完，订阅频道，
让我们在这条健康的路上彼此陪伴，一起走下去。祝大家平安健康。